好可爱哦！这张我拍的啦。挂嘴真的好可爱哦！哎，那下次啊，我就多拍几张。博士，但是挂嘴是不是变胖了？有吗？我是在怀疑哦，是谁趁我不在的时候，偷偷有喂它啊？什么？哎呦，亮啊！那是谁哦？不要！哎呦，亮，原本日党寒，愛作架吊傘。見本日黨寒，愛作架吊傘。没错。原本日黨寒，愛作架吊傘。还记得我们之前教过的，原本日就是今天，黨寒就是很冷，愛作架吊傘就是要多穿点衣服。所以今天很冷，要多穿点衣服。客家话就是原本日黨寒，愛作架吊傘。一起练习一遍哦。原本日黨寒，原本日黨寒，愛作架吊傘，愛作架吊傘。黨寒。哎呦，亮，我觉得你感冒了，你要不要赶快去看医生啊？我才没有感冒哎，我觉得跨嘴才感冒了。有吗？跨嘴没感冒啊？有，不然你看他的鼻子为什么都湿湿的？一定是流鼻水啊！哦，狗狗的鼻子湿湿的，代表狗狗很健康啊。可以咯。很好啊，体温跟血压都正常啊。哦，我来检查看看。都很正常啊。你今天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哇，医生，我觉得我一直感冒，我的鼻子都湿湿的。哦，鼻子湿湿的很正常哦，因为我们狗狗的鼻子啊非常的敏感哦，湿润代表说嗅觉很好，所以你身体没问题咯，可以回去了。哦，原来我是一个健康的狗狗哦。哦，我也闻到鸡腿便当的味道哎。哦，那是我们的午餐啊，你可以先回去咯。回去了。哇，这里请。对，那边。哇，这边。带它去那个门口。骨头来了。狗狗的鼻子上布满了神经，所以湿润的鼻子啊，让神经更敏感，嗅觉更敏锐。主人可以透过观察狗狗的鼻子啊，来看看它们是不是很健康哦。原来如此。所以当狗狗的鼻子干干的时候，就代表它生病了吗？也不一定啊，还要仔细看看狗狗的状况啊。你们两个原本日黨寒，愛作架吊傘。你们两个穿这么少啊？我看啊，你们两个是感冒了哦。怎么可能？一定是亮传染给我的啦！我没有感冒，是你感冒吧？不然你问博士啊！我要口罩。怎么变成我啊？喂！